粵語有本字，彪哥話你知。今期節目同大家介紹粵語本字估一估裏邊嘅細怒，佢係咁樣寫嘅。個怒字用拼音輸入法輸入 NU 可以揾到呢個字喺國語鄭語裏邊就有出現啦。原句係君若以舟難之故，既怒與潰焉，不敢不許。嗱，話說咧喺西周末年啊，鄭桓公就擔任周朝嘅司徒，相當於財政部長啊。咁樣咧，當時西周咧已經係衰敗噶啦，周邊啊有好多咧對周朝唔友好嘅勢力，所以鄭桓公就要為自己諗後路啦。於是佢就請教當時嘅大思想家兼政治家史伯啊。咁樣就講出咗上述嘅嗰句話啦，意思咧就係講詠水、濟水啊嗰一帶嘅諸侯國咧比較細，而且過住安逸嘅生活。如果你以周皇室有難為理由，將仔女同埋財物寄放喺嗰邊，佢哋係唔敢托手踭嘅。所以咧，怒原意係指仔女，後來就泛指兒童啦。我哋可以咁樣造句嘅。而家啲細路啊，好聰明噶，學嘢好快脆噶。咁你哋學到未呢？關注我，送你7天粵語生存指南。